介绍一下。哦，这首是曾以恩很喜欢的粤语诗歌。好，我们就是想要一起唱一首粤语诗歌嘛，在这介绍给大家听这首很好听的东西。然后一找他就说要这首。没错，这首很好听。对啊，没声音吗？这是我弹错了。好。我在你的翅膀下，才艺啊！你美容似星對我說話，白日太陽比不上我，夜裏月亮也不害我，此刻只有耶穌作我的保障。從我在你的翅膀下，就在那裏你又似聲對我說話，白日太陽比不上我，夜裏月亮也不害我，此刻只有耶穌作我的保障。呈現我心於主你面前，唯獨你能軟化此心，使我歡愉。在世間再沒有別人可以奪去我的思想，我的一切全屬主你，我的一切也都為你，耶穌，耶穌。你吩咐你的使者保我，用你的雙手托住我，耶穌，你面真有光亮，真意應允我每個祈求，每個禱告，耶穌，我只要你，耶穌。我在你的翅膀下，就在那裏你用慈聲對我說話，白日太陽比不上我，夜裏月亮也不害我，此刻只有耶穌作我的保障。呈現我心於主你面前，唯獨你能軟化此心，使我歡愉。在世間再沒有別人可以奪去我的思想，我的一切全屬主你，我的一切也都為你，耶穌，耶穌。唯獨你能軟化此
你的雙手。